英國航母打擊群啟航印太，釋放強烈威懾中共信號。韓國政府緊急應對中共海上擴張，跨部門聯手反制。美國議員特訪丹麥，格陵蘭成美中俄對決關鍵戰場。印度對中國徵收見效，小型鋼廠暫停裁員同減產。挪威挑戰中共，北極研究站爭議升級，石獅城導火線。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熱點觀察，我係子珊。今日係4月23號星期三，下面係詳細內容。喺全球局勢日益緊張嘅背景下，英國皇家海軍嘅威爾士親王號航空母艦打擊群4月22號從樸茨茅斯軍港啟航，展開為期8個月嘅高危行動。呢次行動被認為係對中共及全球其他潛在對手嘅一個強烈威懾信號。航母打擊群將途經地中海、印度洋並進入太平洋，同包括美國、日本、韓國、印度、澳洲等40個印太國家進行聯合軍演、任務行動同外交訪問。呢次行動嘅重要性不單止能夠顯示咗英國喺全球舞台上嘅軍事存在，更重要嘅係佢表明咗英國對維護規則基礎嘅國際秩序嘅承諾。英國海軍嘅指揮官布萊克摩爾准將強調，呢一行動向全球發出咗明確信號，英國擁有一支具備實力同可信度嘅航母打擊群，隨時準備應對任何可能嘅軍事挑戰。布萊克摩爾准將指出，呢一次部署嘅核心目的係展示英國對國際秩序嘅支持。呢個不單止係一次外交同演習嘅任務，亦係為應對可能嘅軍事衝突做準備。英國嘅行動將有助於維護全球穩定，特別係喺而家中共對台灣嘅施壓日益加劇嘅情況下。4月初，中共喺台灣周邊進行大規模實彈軍演，加大咗對台灣嘅軍事威脅。英國航母打擊群嘅呢一次部署，無疑被外界視為對中共釋出嘅一個明確威懾信號。英國政府強調，呢次航母打擊群嘅行動並非單純嘅軍事演習，佢仲承擔住增強全球合作、支援盟友嘅外交使命。英國方面嘅呢一舉動，清晰咁表達咗對規則基礎國際秩序嘅堅定支持，並希望透過軍事力量展示對任何挑戰者嘅反制能力。喺另一邊，中共則正喺度面臨嚟自美國及盟友嘅多重壓力。美中之間嘅貿易戰不單只係關稅同貿易協定嘅問題，呢場冷戰已經超越經濟領域，涉及到更深層嘅政治同軍事博弈。美國嘅策略逐漸顯示出對中國崛起嘅強烈警戒，並已經開始要求世界各國選擇立場。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嘅研究員麥克爾索博利克喺分析中提到，中共面對呢場新冷戰將好難長期生存。美國強大嘅經濟籌碼，尤其係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嘅地位，令中國喺貿易戰中處於極為不利嘅局面。好多中國製造業崗位依賴美國出口，呢個令到中共嘅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目前全球各國正喺度觀望美中貿易戰嘅走向，而中共正喺度試圖拉攏其他國家，特別係美國嘅盟友，以減少貿易戰對佢造成嘅損害。中共嘅外交努力日益增強，並且正喺度呼籲對美國嘅貿易措施做出反應。但係好多分析人士認為，呢啲努力恐怕無法改變美國喺全球經濟中嘅主導地位。最終，美國將喺呢一場博弈中佔據上風。隨住中共面臨嘅國際壓力不斷增加，英國航母打擊群嘅部署無疑向世界傳遞咗重要嘅信號。喺未來幾個月中，呢一行動將持續吸引全球關注，並成為衡量國際局勢變化嘅重要指標。觀眾朋友，你認為英國呢次嘅軍事部署
中共會唔會作出反應呢？如果你認為會嘅，請留言1；如果你認為唔會嘅，請留言2。歡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日前，中共同鄰國喺爭議海域嘅緊張局勢再次升級。雖然韓國強烈抗議，中共仍然喺爭議海域設置巨型鋼結構。韓國政府宣布採取跨部門行動應對。韓國官員同分析人士認為，呢個係中共海上擴張策略嘅一部分。韓國對中共咁樣做感到憤怒。韓國立法者上個月罕見咁舉行兩黨會議聽證會，譴責中共喺位於中國同朝鮮半島之間嘅黃海設置鋼結構。4月21號，韓國海洋水產部長官康圖恒表示，政府將本着捍衛海洋主權嘅立場，依據對等原則嚴肅應對，並將跨部門協調處理。康圖恒表示，跨部門正同財政部門就呢件事進行協調。海洋水產部計劃同相關部門討論設置養殖場等適當設施，並編制預算。近年嚟，中共多次喺西海嘅中韓暫定措施水域擅自設置大型構造物，不過因為韓國政府抗議而暫時終止。但係據韓國情報機構透露，2024年12月，偵察衛星發現中共喺呢個海域再次安裝一座大型移動式網結構。根據史丹福大學附屬海事分析組織 Sealight 嘅估計，呢個結構長度約為一個足球場，佢配備有直升機停機坪同雷達罩，通常用於包覆天線。Sealight 主任 Ray Power 表示，韓國當局可能懷疑呢度不單只係進行養殖作業，仲可能涉及信號情報操作。喺3月，韓國保守派國民力量黨國會議員羅興媛指責中共使用流氓策略，通過武力阻止其他國家進入南海同東海。佢喺社交媒體上咁樣寫：我哋需要堅定而嚴厲嘅回應，以應對中共試圖不公平改變現狀嘅企圖。韓國國家安全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Jay Woo Cho 表示，呢個係一種隱蔽嘅策略，目的係逐步侵佔我哋嘅水域，限制美韓聯盟行動。菲律賓一位高級政府官員表示，中共當局喺爭議水域放置漁船同養魚場，提供補貼同基礎設施支持。過一段時間之後，佢哋會利用呢一種存在事實嚟支持佢嘅歷史性主張。呢一系列舉動無疑加劇咗區域內嘅緊張局勢。韓國喺捍衛主權嘅決心下，正加大力度採取應對措施。未來局勢點樣發展，將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嘅焦點。我哋將持續關注事態進展。4月22號，美國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傑弗瑞斯 Hakeem Jeffries 宣布，將率領一個兩黨國會代表團前往丹麥訪問，同丹麥領導人討論格陵蘭嘅地緣政治地位問題。傑弗瑞斯表示，國會議員將討論持續北約聯盟嘅重要性，以及格陵蘭嘅地緣政治地位。長期以嚟，美國一直喺格陵蘭維持住地區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進入格陵蘭並建立咗軍事基地同廣播電台。戰後，美軍仍駐紮喺格陵蘭，當地嘅皮圖菲克太空基地由美國運作。1951年，美國同丹麥簽署嘅國防協議，賦予美國喺格陵蘭國防中嘅重要角色，包括建造同維護軍事基地嘅權利。丹麥皇家國防學院副教授雅各布森 Mark Jacobson 話，如果俄羅斯向美國發射導彈，核武器最短嘅路線就係經由北極同格陵蘭。呢個就係點解皮圖菲克太空基地對於保衛美國至關重要。根據北極研究所報導，中共同俄羅斯近年嚟開始增強喺北極嘅軍事實力。
報道呼籲美國發展喺北極嘅軍事力量，以對抗中共同俄羅斯等競爭對手。2025年1月，丹麥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麥願意同美國進行討論，並話華盛頓喺呢個地區擁有合法利益。佢話：我哋睇到俄羅斯正喺度武裝自己，我哋睇到中共亦開始對呢度感興趣。川普總統多次表達咗對格陵蘭嘅興趣。3月26號，佢喺接受博客主持人科利亞尼斯 Vince Coglianese 訪問時話，令佢哋知道我哋需要格陵蘭嚟維護國際安全，我哋需要佢，我哋必須擁有佢。無論從防禦姿態或進攻姿態嚟睇，呢個島嶼都係我哋需要嘅，尤其係喺而家嘅世界，我哋必須擁有佢。3月底，美國副總統曼斯訪問格陵蘭，佢提出和平取得格陵蘭計劃。佢話俾記者聽，我哋認為將會發生嘅情況係格陵蘭人會通過自決從丹麥獨立，然後我哋將同格陵蘭人民展開對話。丹麥領導人表示，目前冇人能阻止美國喺格陵蘭設立更多軍事基地嚟回應地緣政治安全嘅關切。前丹麥總理斯密特喺曼斯訪問後表示，1951年嘅條約非常明確，美國對格陵蘭擁有廣泛嘅使用權。格陵蘭位於北美洲，喺北極圈內，約80%嘅領土被冰封蓋，係世界上最大嘅島嶼，人口約56000人，大部分係土著因紐特人。佢係丹麥嘅一片自治領土。近年嚟，大家對格陵蘭島嘅自然資源越嚟越感興趣。隨住全球局勢越嚟越緊張，格陵蘭呢一座冰雪覆蓋嘅遙遠島嶼，正迅速成為超級大國角力嘅地緣中心。喺政府對嚟自中國嘅廉價進口產品實施臨時關稅，以保護本地生產商之後，4月22號，印度小型鋼鐵生產商宣布，原定嘅裁員計劃及減產等其他措施暫時擱置。4月21號，全球第2大粗鋼生產國印度對某啲鋼鐵進口徵收咗12%嘅臨時關稅，為期200日。呢個關稅主要針對中共。根據路透社報導，鋼鐵部長龐德里克 Sandeep Pandrik 喺22號嘅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預計政府將喺8月到9月得到最終調查結果，之後再決定關稅稅率同持續時間。印度北部旁遮保江喬金德拉集團嘅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加格話，我哋已經暫停裁員決定。佢解釋話，行業一直處於虧損狀態，而呢項關稅可能帶嚟緩解，並有機會提高價格。西部城市普納公司 Enlight Metals 嘅董事郭埃爾表示，從22號嘅早晨開始，訂單流量有所增加，並補充話，需求上升將幫助佢保留因廉價進口衝擊而計劃裁減嘅外部勞動力。印度關稅主要針對中國。根據2024同2025年嘅數據，中國係印度第2大鋼鐵出口商，僅次於韓國。龐德里克話，政府正喺度採取各種措施，以確保國內鋼鐵行業不受廉價傾銷損害。交易商同分析師表示，中國鋼鐵出口量可能會放緩。北京顧問公司我的鋼鐵網諮詢總監徐向春話，2025年中國對印度嘅鋼鐵出口可能會返去3年前嘅水平，約為100萬噸。呢個係去年對印度出口嘅1/3。根據臨時嘅政府數據，印度喺2024同2025年連續第2年成為成品鋼淨進口國，進口量為950萬噸，達到9年嚟最高。Navigate Commodities 董事總經理威德內爾表示，根據印度進口渠道將俾中共官員帶嚟越嚟越大嘅壓力，迫使佢哋加快推動國內鋼鐵產能改革。
以平衡供應過剩同不斷惡化嘅國內外需求。業內高層表示，呢個行業仲將增加喺印度嘅產量，以達到日益增長嘅需求。總部位於倫敦嘅 CRU Group 首席鋼鐵分析師穆克吉話：我哋仲預測印度將喺2025年再次成為鋼鐵淨出口國，重新獲得2022年嘅地位。呢項關稅政策不單止短期內緩解咗印度國內鋼廠嘅經營壓力，亦反映出印度政府喺全球貿易環境下越嚟越強勢嘅保護主義傾向。隨住需求回升同產能調整，印度鋼鐵產業或將喺未來幾個月迎來反彈契機。接落嚟嘅關鍵將取決於全球市場對印度鋼材嘅吸收能力同中國鋼鐵政策嘅進一步走向。近日，挪威國家廣播公司 NRK 援引當地報紙斯瓦爾巴群島郵報嘅報導，挪威當局要求中共移除佢位於挪威北極研究站嘅研究室入口嘅兩隻白色獅子同標示牌。挪威當局希望通過呢個要求明確表示，小鎮新奧勒松只係一座研究站，屬於挪威，並且挪威係斯瓦爾巴所有研究人員嘅東道主。挪威以此重申咗呢個係地緣政治敏感地區嘅主權。位於挪威斯瓦爾巴嘅新奧勒松位於北緯79度，呢度係人類喺地球上最北端嘅定居點。喺荒涼嘅北極冬季裏邊，呢個小鎮大約只有30幾名居民。呢度裏邊設有多個屬於唔同國家嘅北極科學考察設施。中國北極黃河站亦坐落喺呢度。報道話，其他國家亦受到呢個要求嘅影響，包括印度同韓國。呢兩個國家嘅研究設施上亦帶有國家或文化符號。不過，挪威特洛姆瑟大學政治教授、中國問題專家蘭馬克表示，呢啲符號較少，問題並唔嚴重。蘭馬克對新聞週刊話，挪威當局長期以嚟對中共喺新奧勒松展示嘅國家符號感到不滿，特別係好似石獅子呢樣誇張嘅標誌。呢種情況已經持續咗一段時間。挪威對斯瓦爾巴群島擁有主權。根據1920年簽署嘅斯匹茨比爾根條約，簡稱斯瓦爾巴條約，管理呢個地區。呢個條約授予簽署國某啲權利。條約由當時嘅中國政府簽署，而非1949年竊取政權嘅中共。雖然係咁，中共仍喺國際法中獲得繼承權。但近年嚟，中共喺北極地區嘅經濟同軍事影響力不斷擴張，引發各國憂慮。北極地區豐富嘅能源儲量令中共垂涎。2018年1月，中共首次發表北極政策白皮書。雖然中國同北極圈最近嘅距離亦有1450公里之遙，但呢份白皮書聲稱中國喺地緣上係近北極國家。中共呢個講法受到廣泛質疑。中共喺北極嘅軍事存在亦不斷加強。2024年9月，中俄海警艦艇編隊首次進入北冰洋海域進行聯合巡航。中共仲同俄羅斯合作，開採北極地區嘅油氣資源，建立科研機構，定期向北極派船隻進行軍民兩用研究等。2024年7月，挪威曾正式向中共外交官投訴，當時一艘載有183名中國遊客嘅船隻抵達新奧勒松，遊客統一着住紅色外套，其中一啲係中共軍方退役人員，至少一人着住現役中共軍人制服，佢哋攜帶寫有愛國口號嘅紅色橫額同中共血旗。喺其他國家領土上旁若無人咁慶祝中共喺呢個地區研究20週年。挪威當局認為呢件事非常具有挑釁性。據 NRK 報導，黃河站只係研究辦公室，而非中共嘅研究站。
但中共喺呢度設置嘅兩尊石獅子同入口處懸掛寫有中英文中國北極黃河站嘅標牌，顯然未尊重挪威嘅主權。呢場北極之爭睇起嚟只係兩尊石獅子嘅虛構，實質牽動住全球地緣政治嘅神經。從主權、科研到戰略資源，北極早就唔再係冰封嘅淨土，而係世界強權暗中角力嘅新戰場。中共喺極地嘅每一步都被世界睇住，而挪威呢個小國卻用堅定嘅立場向全世界宣告，喺呢片白色大陸上，主權不容侵犯。今日嘅熱點觀察嘅內容就到呢度，跟住係美東時間早上9點嘅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睇，唔好唔記得點讚同訂閱，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